今日是夏季这个节气，全台湾的高温是降到36度热冰冰，真侪人嘛开始在开冷气。目前这电钱是用热天的电价在算的，也毋过伫咧网络所有在传讲，3个时段的电钱拢无共，讲什么尖峰时段的电费是离峰时段的10倍。台电嘛赶紧出面赔货，强调这拢是假消息。 若个热天就爱耍水，天气真热，囡仔早游泳圈往那泡往那耍，也个水顶头拿是真好耍。而都是夏季，全台温度称真悬。根据气象所观测资料，全台上关温在园林称到36.3度，西区高雄、内门、台南、玉井也拢有36度的高温。 到下晡，气象署也针对高雄、屏东、彰化发布甘仔式高温警报，气温达到36度以上，而且连续3日以上。 带小朋友来玩，小朋友就可以放给他去玩，我们都不用理他，对啊，很方便，消暑。现在的天气就是一定要开冷气才会待得下去。可是会不会觉得电费很高？电费对啊很高，所以要用节能的。 未少人伫未开冷气，毋过最近网络上传出，讲台电要用3段式电费，为早起7点到下晡1点电费是平常时5倍，下晡1点到3点电费钱是平常时10倍。呼吁民众用电爱注意时间，毋过台电澄清这是假消息。绝大多数大概99%，就是1300多万的用户，大概都是选非时间电价，就看用多少度电，然后我用不同的分段的等级，然后去每个累计的去计算它的电费。那网传这个讲到这个时间电价，它是要让用户来选用。 台电解说，交付用电全部是有设非时间电价，也就是照度数，根据汇率来算，会出现分段收费的状况是时间电价不少。毋过热天尖峰是下晡4点到暗时10点，收费也未到离峰的10倍，甲网络讲的差真大。另外时间电价不少，爱民众家己评估，适合安尼的汇率计算方式，可主动向台电申请。所以台电也强调，若确认过无向台电申请过时间电价，就免采这种的讲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